喂，上一條啦啦隊廣告係咪睇到悶悶地先？而家送翻條新嘅俾大家睇啦。中意嘅話咧就即刻 scan 以下嘅 QR code，我哋咧會幫大家代購佢哋一系列嘅應援物品噶，兄弟啦、桃園啦、富邦啦、美全啦、台港啦，甚至乎統一獅咧都會幫你哋買佢哋翻香港嘅。咁啊，同埋啦，台灣嘅籃球啦啦隊嘅應援物啦，我哋都幫到你噶。入到去你就見到我哋放售緊啲乜嘢或者預購緊啲乜嘢噶啦。如果揾唔到唔緊要，透過呢一個 Telegram 或者喺平台裏邊嘅留言嘅功能揾我哋就得噶啦。想要啲乜嘢問我哋啦，記住嚟揾我哋啦噃。嗱，提一提你，裏邊呢仲有 Before Travel 嘅數據卡買噶。身為兵家常事嘅訂閱者，你梗係有特別嘅折扣優惠啦。睇完節目之後，記住撳個訂閱掣，同埋幫手睇埋個廣告啊！好，大家好，咁又歡迎翻到嚟兵家常事嘅 YouTube channel 啊！咁我係 EV 啦，咁啊今日翻到嚟嘅節目啦，繼續有二手槍店，繼續同大家跟進住一啲前阿仙奴球員嘅動態啦、新聞啦，咁啊甚至乎呢一啲轉會嘅動向噶。咁我哋立即開始今日節目嘅內容。咁啊首先我哋先睇睇亨利先啦。咁啊亨利身為一個法國嘅傳奇啦，一個嘅名宿啦，咁喺呢一個嘅法國擊敗呢一個嘅摩納哥，咁啊進入呢一個嘅叫做世界盃嘅4強嘅時間啊，咁樣咁啊結果啦，咁啊亦都叫做進入呢個嘅更衣室啦，咁啊進行一啲嘅祝賀啦，咁樣咁啊當然啦，咁啊嚟緊嘅對手咧絕對就唔易踢啦，咁因為咧對手咧就將會係呢一個嘅西班牙咁樣，咁啊所以啦，咁啊希望啦，咁啊最尾啦法國啦，咁啊能夠有一個好嘅結果啦，咁樣咁啊亨利啦，咁啊亦都可以啦，咁啊身為一個名宿嘅身份啦，咁啊見證住啦呢一個嘅冠軍啦嘅到來嘅。好啦，咁啊跟住落到嚟啦，我哋睇一睇其他嘅新聞啦。咁啊，當然包括咗呢一個。咁啊，對於阿仙奴嚟講咧，其實就未必係一個好嘅消息啊。咁因為啦，咁啊紐卡素啦都基本上確認咗啦，咁就唔會話買斷呢一個嘅藍斯道噶啦。咁意味住啦，藍斯道咧就已經翻去呢一個嘅修咸頓啦。咁啊，跟隨住球隊啦，咁啊進行相關嘅備戰訓練啊。咁啊，以佢嘅級數嚟講，如果嚟緊嗰個賽季踢英冠嘅話咧，咁啊真係浪費咗呢個球員嘅。咁啊同時間啦，咁啊修咸頓本身咧個財政嘅問題啊，再加埋之前嗰個所謂嘅叫做升班附加賽嗰個嘅風波啦，到而家目前為止，你都唔知道球隊嘅情況係點樣，咁啊，所以咧，對於球員嚟講啦，嚟緊咧嗰條嘅道路啦，都依然非常之唔明朗嘅，咁啊，希望咧有一啲嘅球隊啦能夠出手啦，咁啊將藍斯道咧咁啊將佢收購，咁啊阿仙奴可以拎到2次轉會嘅同時啦，咁啊球員咧亦都可以繼續喺頂級聯賽裏邊咧咁樣就征戰啦，咁啊，但係目前為止啦吓，咁啊依然都得翻修咸頓嗰邊咧，咁就等待進一步嘅消息，咁啊要等消息嘅咧，咁啊除咗藍斯道之外咧，有個人咧就真係而家喺屋企嗰度咧就等緊消息，嗰個係邊一個咧？嗰個係拿斯利噃，咁啊等乜嘢消息咧？就等下警方嗰個調查啦。咁啊之前咧已經講過話，咁啊有關於呢個嘅逃稅嘅問題啊，咁但係最近咧嚇真係官非非常之多，咁啊除咗逃稅之外啦，咁啊而家咧甚至乎話佢洗黑錢噃，咁啊甚至乎咧話係一啲嘅有組織嘅犯罪集團啊嚇，咁亦都講到啦。咁啊，拿斯里啦，咁啊，因為呢一啲嘅案件啦，咁就俾當地嘅警方啦拘留咗10個小時啦，先至獲釋咁樣。咁啊，雖然咧現階段就未被起訴咁樣，咁而據聞啦，呢一個嘅調查咧就唔關佢嗰啲逃稅啊，又唔關支持效力嗰啲嘅球會嘅事項。咁啊，關於咧佢自己嗰啲嘅叫做副業啊，咁啊，即係同足球冇關嗰啲副業啦，咁即係嗰啲夜總會啊嗰啲，咁啊，據聞之前就開咗間夜總會叫做 XS，咁啊，成為咗一個其中嘅股東啦，咁可能係嗰啲嘅叫做數目唔清楚啊，又或者係即係有啲不明來歷嘅資金啊等等咁都出現過，咁啊所以咧就會接受呢一啲咁樣嘅調查啦咁樣，咁啊所以對於拿斯利嚟講咧，今年咧真係唔係話一個好嘅年份啊，咁啊連續咧咁就有2單嘅案件，一單就逃稅，一單就洗黑錢，咁啊希望啦咁啊拿斯利都可以大步攬過啦。咁同埋好奇怪嘅，咁啊好多呢一啲咁樣嘅叫做我哋叫做明星啦、大牌啦嗰啲嘅副業咧，都經常出事，咁啊即係有啲嘅經驗分享啦。咁其實咧都好可能係因為個信字出問題啦。咁啊因為呢啲明星多數有陣時都係自己拎嚿資金出到嚟，跟住拎個名出到嚟咁樣做一個嘅老細咁樣。咁但係實質上你話參與嗰個公司實質嘅營運嚟講咧，就好少可親自接觸嘅。咁啊所以咧咁啊亦都導致到咧有啲嘅空間啦。
啦，俾一啲不法之徒啦咁樣嚟到利用嘅。咁啊，拿斯利啦，可能就係其中一個啦咁樣。咁啊，呢一啲案件啦，咁就屢屢發生。咁啊，希望啦，遲啲阿仙奴嘅球員啦嚇，如果有所有嘅副業嚟講啦，都叫做釘翻實少少啦。咁啊，避免呢一啲嘅情況啦，咁啊再度發生嘅。好啦，咁啊繼續睇落去啦，咁啊去到斯巴魯斯咯噃。咁啊，Romano 咧有報道就話啦，斯巴魯斯咧而家咧就喺呢一個嘅西維爾嘅地區嗰度啊，咁啊準備啦就同呢一個嘅貝迪斯咁啊傾一個嘅叫做談判，咁啊嚟緊咧咁啊有機會啦免費加盟呢一間嘅球會，咁啊呢一間嘅球會啦都即係舊電池用得好叻嘅一間嘅球會嚟㗎啦，咁樣咁啊無論之前曼聯嘅安東尼又好，阿仙奴嘅 Bellerin 都好啦，過到去咧都彷如啦有翻個重生嘅一個嘅感覺，咁啊而家斯巴魯斯啦離開咗皇家馬德里之後咧。去呢間球會咁亦都係非常之合理嘅。咁當然啦，之前傳聞過就話阿積士啦對呢個球員有興趣，咁但係睇嚟啦，呢個球員啦想留翻喺呢一個西甲裏邊發展咧就多一啲。咁啊，但係啦，佢亦都喺訪問裏邊啦強調咗兩個嘅要點，就係嚟緊呢一間嘅新球會啦，一定要有充足嘅上陣機會啦，同埋最緊要感覺到球隊咧係重視佢嘅。咁其實意味住啦，咁啊皇家馬德里對佢嘅態度啦，咁啊令到佢就相當之唔滿意，咁所以先至要特登強調呢一點出到嚟嘅啫，咁希望咧咁啊能夠令到個轉會順順利利咁啊重拾翻對於足球嘅興趣啦。好啦，咁啊至於啦。咁啊，阿士東維拉方面啦，同埋馬天尼斯咧就繼續糾纏落去。咁啊，根據伯明翰嘅一個嘅小報啦嚇，就報道就話維拉啦就極度希望想繼續留低馬天尼斯嘅。咁啊，當然啦，祖雲達斯呢一間意甲嘅球會，咁啊繼續關注緊呢個嘅球員。咁你會明白到點解維拉咧咁就唔想放走佢嘅。咁啊，第一啦，咁話晒馬天尼斯都係一個世界級嘅門將啦，即係起碼都叫做阿根廷國家隊正選嘅門將啦。你話而家得翻1年合約，放出去嘅價錢，可能你計一個最貴嘅價錢都可能係800萬鎊至到1200萬鎊，其實都可能係一個好多嘅收益嚟㗎啦。但係維拉拎咗呢嚿錢之後，又有冇可能用呢嚿錢買到一個同級數嘅門將呢？基本上冇咩可能。咁啊，再加上啦，之前維拉亦都講過話嗰個嘅財政嘅問題啊，咁啊等等，如果唔係嘅話，都唔會話傳出摩根羅渣士要放買啦。咁啊，所以種種嘅原因咧，佢想留用呢個馬天尼斯咧，係一個非常之合理嘅情況嚟嘅咁樣。咁啊，所以即管我哋睇一睇啦，咁啊馬天尼斯啦，去到最尾啦，能唔能夠走得成啦？咁因為據我哋所知啦，亦都緊貼嘅報道啦，其實呢兩季啊都不斷傳出馬天尼斯咧想離開呢個嘅阿士東維拉噶啦。咁但係最尾都走唔成啦。咁啊，即管睇睇呢一個嘅夏天啊，能唔能夠發生呢一件事情啦？好啦，咁啊去到呢一單啦，咁啊亦都係呢一個嘅艾石希頓啊，咁呢個啦，咁啊曾經啦，咁啊叫做踢過呢一個嘅紐卡素啦嘅一個嘅。叫做中堅啦，又或者防守中場啦嚇，咁就叫做上一年離開咗紐卡素之後咧，去咗 QPR，咁但係咧喺呢一個嘅昆士柏流浪裏邊啦，咁就踢咗一季之後咧，亦都繼續成為自由身嘅球員啦。咁啊最近咧英甲嘅球會奧連特啦，亦都同佢招手，咁亦都叫做加盟咗呢一間嘅球會。有趣嘅咧就係阿仙奴啦喺嚟緊呢一個賽季嘅英格蘭低組別聯賽錦標裏邊啦，咁啊將會咧咁啊面對住奧連特有一場嘅比賽，咁意味住啦咁啊呢一個嘅前球員啦，有機會咧咁啊同呢啲師弟啦咁啊做一啲嘅切磋啦，咁啊期待住呢一場嘅對碰啦，亦都希望啦艾石希頓啦喺呢一個嘅奧連德啦可以過得開心嘅。好啦，咁啊至於去到最尾嘅呢單消息啦，令到我有啲訝異嘅。咁啊，始終咧，倫敦 City Lions 咧就仿似當年曼城咁樣啊，呢一間倫敦城啊嚇，咁啊呢一間嘅叫做女子英超嘅球隊啦，新升班咗1年之後咧，大展拳腳咁啊買晒啲世界級嘅球員翻到嚟，咁所以咧當時啊嚇咁啊免費執翻嚟嘅呢一個嘅阿仙奴青訓中堅啊高迪咧咁啊睇唔上眼啦，咁啊結果用咗1季之後咧就將佢咧就即刻借走，咁啊借咗去水晶宮，咁亦都見到啦佢嗰個步伐嘅情況啦，係連呢一個嘅。上一年啊最佳金球獎嘅得主啊，亦都喺巴塞隆拿嗰度咧，咁就叫過嚟，咁所以絕對唔可以睇少咧呢間球會嚟緊嗰個賽季嘅戰鬥力㗎咁樣。咁啊，但係啦，咁啊將個主角擺翻喺高迪身上啦，咁啊高迪當年離開阿仙奴，其實我都覺得好唔捨得㗎。不過阿仙奴咧睇嚟咧。同男子隊一樣，男子隊都有好多唔少OK 嘅中堅，咁但係都要將佢放走。點解啊？因為就鎖定咗沙文成為下一個嘅叫做青訓嘅重點栽培對象啊嘛。女子隊亦都一樣，高迪表現係好好噶啦，咁但係同時間咧亦都有列特存在。
咁一山不能藏二虎啦，咁啊精英培育嘅中堅就只有名額一個，咁所以就選擇咗大山婆列特啦，咁啊所以高迪亦都真係咁樣要黯然離開啦，咁啊甚為可惜。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呢個球員啦，如果遲啲再踢多幾季，繼續有穩定嘅表現嘅，阿仙奴其實係可以考慮回簽嘅。呢個球員個表現其實一啲都唔差，同埋有一定程度嘅戰鬥力嘅，咁啊所以希望啦嚟緊喺水晶宮裏邊咧，咁啊個表現啦能夠可以叫做好一啲啦，咁樣咁啊帶領球隊咧咁啊獲得一啲好啲嘅成績啦。好啦，咁啊以上咧就係今日咁啊二手槍店為大家帶嚟嘅內容啦。咁啊節目嘅時段啦，亦都暫時嚟到嚟呢一度啦。咁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住為頻道嘅運作，咁啊繼續 comment、like、share、subscribe。咁啊上方有 PayMe Code，咁可以着兩打賞啦，或者 Joy EV 無此黑錢會員10蚊一個月，或者用 Super Fans 功能咧打賞嘅。咁當然多謝 Number Seven，多謝一站式，多謝 Before Travel，多謝 EE Shop 為我哋提供訂閱者折扣優惠，詳情留意翻資訊欄裏邊嘅公佈。另外 EV 開啟咗 Patreon 功能，1個2毫半美金一個月，詳情留意翻 Patreon/EV4633 度支持下啦。好，節目時間嚟到嚟呢一度啦噃，咁我哋稍後時段裏邊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多謝你哋收聽呢條頻道嘅節目，如果中意嘅，不妨撳一撳個 subscribe 掣，同埋撳翻個 like 掣，繼續支持兵家嘗試啊！仲有，呢啲嘅影片咧應該都啱你睇噶，歡迎點擊。